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2021年的总统教育奖，台南市初审总共有17位同学获奖，包含了8位特优、9位优等。特优部分参加教育部复审，其中3位获选全国总统教育奖，将前往总统府接受表扬。而市长黄伟哲也代表台南市先公开颁奖，肯定学生们的表现。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日前在西南国小举办台南市2021年总统教育奖的颁奖典礼，由市长黄伟哲亲自颁奖，表扬17位得主，并肯定他们杰出的表现。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台南市来颁发这个获得总统教育奖以及分发向上奖的我们台南市的代表，总共17位。那真的是内心无比的欣喜，因为这都是台南之光，借着他们努力向学的过程，能够激发，而且能够鼓舞我们所有的同学，大家能够努力来向学。其实教育是翻转自己命运，或者是改变社会阶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那我想，在很多人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很平顺，但是能够展现许许多多努力奋发向学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这个大家表彰，而且值得肯定的事情。市长表示，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许多颁奖活动都取消。不过，因为总统教育奖有鼓励逆境成长、孩子向上学习，今年台南市初审总共有17位学生，有8位特优、9位优等。其中，台南特教学校张雅芳、归仁国中黄佑生与大成国小杨艺兴更获得全国总统教育奖。我们雅芳同学从小失去双亲那跟弟弟相依为命原本被安置在马二甲教养院那因为年纪的关系2位必须要分开安置了分开安置，那所以跟弟弟就分开安置那雅芳从小就有一个心愿他希望以后能够出社会工作赚钱然后买房子跟弟弟以后一起住那这个有这个想法真的是不简单雅芳同学在我们学校表现是可圈可点除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完之外他还帮助一些比较弱势的同学比如说肢体不便的或者是无法生活自理的同学中午帮忙喂食啦然后或者是用餐完的餐具都会帮忙整理那如果有一些班级需要小帮手的他都会主动的来帮老师做一些工作或者是照顾同学的情绪这是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得奖总统教育奖，得到总统教育奖，然后非常的很开心，然后感谢谁？然后老师们对我很好，很谢谢老师，一直推荐我总统教育奖，谢谢老师们。3位脱颖而出获得全国总统教育奖的得主，也在8月20号在总统府接受表扬。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因为高雄铁路地下化，2002年8月16号，高雄义为首次的挪移工程，19年后终于为回娘家的启程揭开序幕。由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王国材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还有多位立法委员共同见证全台最大文物。19点半在线风华。19年前参与高雄艺专提拉欠演出的左营高中舞蹈班，再次在高雄车站前舞动序幕，唤醒站体终于要回娘家的传承记忆。以回家真好来作为主题，回味19年旧高雄车站将回来过的位置。
随后，行政院长苏贞昌致辞时，特别提及2次迁移动工典礼，荣幸的都能以院长身份受邀出席，更诉说当时先进的高雄车站作为铁路电气化南部中站的历史过往，也期待在陈其迈市长带领的市府团队努力下，高雄车站能再写下动人的篇章。这个城市也因为铁路地下化后，整个红埔不再切割，所以选出一个最有远见、最有魄力，又有行政院经历的陈其迈市长，他已经超前部署，所以这里不只是有2个大楼，未来还要有表参道，还要有绿化，还要把原来的车站迁回来。市长陈其迈更指出，16世纪台湾为远东地区航运轴点，高雄这座城市代表大港精神，不断创新求变，不断面对挑战，克服困难。而现在高雄驿的重新定锚，也代表高雄重新与国际快速接轨。今天开始，我们的车站即将校正回归到我们的高雄市的中轴线。刚刚林副市长也特别报告，将会串起我们高雄双港、海空双港，以及3个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包括陆科、桥科，还有我们的亚洲新湾区。高雄车站的重新定锚，也意味着，也代表着我们高雄重新的能够跟国际快速的接轨。手上接下揭幕的棒子，众人一同见证全台最大文物高雄驿启程回家历史性的一刻。林清荣副市长表示，高雄驿除了承载高雄人不同年龄层集体的记忆之外，铁路地下化过程当中，在市府及各方民意代表的努力下，也打造了15.37公里长的绿廊道，缝合了都市成为贴近人民生活的绿带空间，也改变了城市的纹理风貌。相信高雄车站的重新归位，会让高雄再次起飞。记者张世美、林嘉义高雄报道。电视剧《戏说台湾》在四坤生龙山寺前举行开镜典礼，邀请市长黄伟哲、民政局长江林煌以及南区区长萧秀华，还有四坤生龙山寺主委吴志祥以及多位议员一起到场参与开镜。电视剧《戏说台湾》，这是来到台南，要来制作以四坤生龙山寺清水祖师爷的民间传奇故事改编而成的电视剧。5日这天，剧组在四坤生龙山寺庙前举行隆重的开镜典礼，邀请市长黄伟哲、龙山寺主委吴志祥、议员蔡淑慧、林美燕、吕维应、李启维、卢坤福以及西赖安董事长曾正义、副董林子云等有功代表一起来开镜，预祝电视剧收视长虹。祝我们龙山寺祥和鼎盛，享乐满天下。2代，祝我们这一次参与戏说台湾，在我们台南龙山寺我们来拍摄期间顺利平安，能够把它完成。3代，也祝我们这一档四坤生分明，收视长虹。以下非常感谢咱三地戏说台湾所有的剧组团队来台南那个龙山区来拍摄《四坤生风云》。我想这段时间大家一定非常无简单，尤其是防疫期间，大家都做得这么好。实际上，台人是6都之中确诊数最少家庭的天数最多，所以各位来这边拍摄一定是安安全全、健健康康。我们要祝福，除了今天开镜大吉之外，咱接下来的拍摄期间一切顺利。另外，咱9月6日四坤生风云开始播出，能够收视长虹。咱的祝福，咱的官庙清水寺，咱的总统府爱嘛是里长啦嘛里长，还有在个咱的万象娱乐我是家
甲我厝门遐，这啊个足济哦，有一寡好伙朋友，讲咱咧上重要哦，咱咧在地咱咧理长，咱理长，伊讲有啦，有咧做一工，有啦做演员做，今仔日咧咱较这个年上较重要就是讲，像咱咧做咱咧生意迄个。来从个精神的激情哦，来甲伊撩出来，嘛感谢哦，咱个三立电视台，来咱开心拍这个片哦，这段时间咱的统筹啦吼，咱咧制作人，咱的工作人员你辛苦，加嘛非常的感谢。清水祖师是四昆生龙山寺当地最重要的宗教信仰，也有很多的传说。这次由龙山寺主委吴志祥为首，带领昆生在地耆老、文史学者与三立电视台细说台湾，共同将昆生的乡野传奇改编，希望将四昆生清水祖师的传说广为流传。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大眼睛、额头高高的可爱小女孩，是奈良美智的独特画风，并且深受大人小孩的喜爱。近期奈良美智的展览来到高雄，并开放民众免费参观。展出的26幅全新创作，即使需要提前线上预约，也不减民众参展的热情。民众期待已久的奈良美智展终于来到高雄了。艺术家奈良美智展现台日友好，这次在高雄特别带来26件全新作品，并展出1980年代到2021年跨越30年的经典创作，希望也能表达对台湾抗疫的鼓舞和信心。虽然受到疫情影响，改采线上预约的方式，依然不减民众到美术馆参观的热情。这次的展览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来看展，对，觉得它里面的还蛮丰富的。我觉得奈良美智展很好看，里面有很多丰富的画，我希望我能像它一样。点开链接就能预约。为了体贴民众，考量防疫距离及高雄天气炎热的因素，特别在奈良美智展的官方LINE账号上规划线上预约浏览器，让民众顺利尽管参观。大家知道这一次的大展，其中一件就是奈良美智先生特别为台湾创作的朦胧潮湿的一天的前身的油画作品，事实上也是在高雄场才有的一个新的加码的一个油画的作品。大家希望看到奈良的作品的心情，我们都完全接收到，我们也会克服各式各样的困难，尽量让这样的机会给最多的民众有参与的机会。大眼睛、额头高高的可爱女孩是奈良美智的独创画风，受到大人小孩的喜欢。而她号称是日本最贵的艺术家，因为作品曾卖出8亿的天价。来看展的民众一定会买上1、2件商品，才会心满意足的回家。我买了拼图，然后还有关于奈良美智作品的书。馆长也强调，开放的名额会陆续增加。当天如果有未出席的民众，也会释放名额，尽全力让喜欢奈良美智画风的民众尽管参观。记者黄志玲高雄报道。中原普渡家家户户都会准备3生4果，但现代人工作忙碌，饭店业者为了让年轻家庭更便利，特别推出中原礼篮，内容包含饭店等级的咸水鸡、叉烧猪以及酥炸黄鱼。更特别的是金纸蛋糕，逼真的外形引起民众热烈的讨论。桌上的料理与金纸看起来是要准备用来祭拜祖先与好兄弟，不过仔细来看，这个金纸竟然是可以切。原来这是台糖长荣酒店在中原普渡时节特别制作出来的蛋糕，是用台南在地的芒果，并搭配千层蛋糕的做法，一层一层堆叠出来的。超逼真的外形兼具健康与美味，引起民众热烈讨论。这个蛋糕看起来说好像是金箔，其实它是金箔蛋糕，它是用咱台南的芒果泥加上杏仁粉，然后面粉、鸡蛋，然后一层一层去烤出来以后，然后中间大概有10层，然后一层里面都有新鲜的奶油，去把它叠起来，然后叠起来以后，最后上面这个可纸的那个，把它这个复印上去，变成这个刚好这个概念，然后
这个地方有一个金箔，真正的一个金箔很高贵的，那拜祖先，这也可以用这个蛋糕来代表金子，尤其现在讲环保。不止金纸蛋糕饶富趣味，就连旁边的香也是用巧克力制作，同样可以食用。这个香是特别用那个意大利面，然后用低温的水，然后去煮，还有糖水，让它整个成型出来以后，稍微沥干以后，然后这个黑色的地方，特别是用那个可可粉去沾，红色这个地方就用食用的色素，感觉就附的三色香。饭店为了方便小家庭采买中原普渡的祭品，推出中原礼篮的服务，其中的金纸蛋糕与巧克力香更意外成为这次的主角。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由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主办的爱在社区主播夏令营，除了让学员们了解媒体识读及采访撰稿外，重头戏就是让小主播们实际体验上主播台播报新闻。经过2天的学习，小朋友们都觉得获益良多。爱在社区主播夏令营来到了第2天，所有的小主播们对基本的新闻制作都有了简单的认识。第2天除了先让小朋友们了解如何分辨新闻消息的真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教小朋友们如何写出完整的主播稿，同时也透过上课的过程，让学生了解一位主播基本的服装搭配以及仪态。很快2天的这个主播夏令营，那看起来参加的学员们应该对我们的课程都非常的满意，也学习到非常多的一些，包括采访、写作或者是播报的一些技巧。那这里面我们也放了一些跟媒体识读相关的一些课程，那希望小朋友在这里面也可以学到一些如何判别假新闻、假讯息的这一种能力。那明年度我们希望可以再做一些课程上面内容的一些改进，那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主播夏令营特别安排了化妆的课程，让学生可以体验主播的妆容，同时也让每一位学生亲自上台播报新闻。大家好，我是周佑琪，欢迎收看8月13号礼拜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大家好，我是张继腾，欢迎收看8月13号礼拜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随着活动来到了尾声，小朋友们从采访、写稿，一直到播报新闻，都有了初步的尝试。利用暑假2天的时间来到地方电视台，透过活动学习了解如何成为一位新闻媒体人。在活动的最后，由双子星3冠网联制中心的陈建村协理，向小朋友们颁发结业证书，同时也对大家2天下来的努力表达肯定。2天课程丰富有趣，让参与营队的同学除学习到采访、撰稿、主播外，也进一步更认识及亲近媒体，收获满满。感谢您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李佩萱，我们再会。记者何乔邦、刘品言台南报道。盐城一家知名的粽子店，平常生意非常好，遇到端午节前后更是大排长龙。但近期却有民众疑惑，知名的粽子店怎么突然换名字了？是不是换老板了？那口味有没有改变呢？现在就带您一探究竟。创立于民国40年，知名的盐城肉粽老店是许多在地人怀念的老味道，也是观光客常常慕名而来的名店。但最近却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出疑问：肉粽店怎么换名字了？是不是换人做了呢？现在就帮您来解答。老板在这家店40-50年了吧，因为他做这个有职业伤害啦，对，毕竟他从小做到大，他身体已经有点疲倦了啦，也有这种伤害了啦，就是手那些腰酸背痛都慢慢的呈现出来了。因为刚好疫情这个机会，开始慢慢的放手，让我就是传接给我啦。肉粽店的老板经营几十个年头，非常辛苦，但下一代没有接班的意愿，就改由跟着自己9年之久的大弟子郭兴泰来传承。从15岁开始就在肉粽店工作的郭兴泰非常努力认真学习，因此也得到老板的赏识。大概从15岁开始就是来这边工作，慢慢的就是从收完这些工作开始做起啊，到18岁之后
才开始学厨房或外场比较正式的工作，会尽量维持原本的东西啊。老板也希望我能往后就是走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才会，老板才希望我是创一个新的品牌这样啊，跟他原本一样从无到有。虽然店名换了，但口味一点都没变。郭信泰表示，传承这间店除了想保留传统的好味道，也希望未来能够利用年轻人的优势，经营网络多元发展，带领肉粽老店走向更宽阔的将来。记者张世明、林嘉义高雄报道。多家司所这个社会企业单位，主要是为50岁以上的妇女创造经济能力、实现梦想所设立。迎接中秋节，特别跟在地知名的水煎包业者合作，推出一款可以装辣酱罐的多用途提袋，希望成为中秋送礼的新选择。来到多家司所工作室，这位来自大陆的新住民，从课业辅导老师的身份，也加入裁缝行列，为今年中秋要全新推出的渔网礼袋来赶工。除了挑战过去车缝的难度，身为3个小孩的妈妈，也盼望实现来台湾读大学的梦想。作为一个妈妈，对照顾家庭、对经济收入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应防疫的需要，目前多家司所的渔网商品从设计、制作、包装，每一个步骤都有不同妇女分工完成。同时，首次跨业和在地知名的煎包业者合作，设计这款不止辣酱送礼可以永续使用的包装，也是装饮料、咖啡的多用途，更是要送出希望和祝福。做的地方我们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拉绳，然后希望可以让消费者除了可以装辣酱成为一个礼袋之外，在平常你喝饮料的时候，也可以拿着这个袋子，能够一起来爱我们的台湾，爱我们的环境。那多家司所一直着力在提供给这一群多家妈妈的发展他们的第3人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蜜糖辣酱的这样的一个中秋节礼袋，能够来支持多家司所一起来成就妈妈的第3人生。身为创业第3代的刘展志，除了体会文创品牌的可贵，更是认同妇女发挥才艺，追求社会企业力，所以联手合作，盼望创造双赢。在多家司所这边他们有一些原住民的妈妈，有一些对纺织有才艺的妈妈，他们可以手工制作这个袋子。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比较蛮有意义的啦，然后也可以给妇女多一个展现自我才艺美丽的一个平台。根据了解，该礼袋推出以后，陆续已经有政府和民间的团购订单，让今年中秋有一项全新送礼的新选择。记者顾文吉、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年轻的文艺创作者能够进驻盐埕跟哈马星地区，高雄市青年局与文化局特别举办的博二文青创新城计划，提供了创业补助以及优渥的奖金。而这次的一位获选青年姓名发音碰巧与计划同音，让不少民众觉得是缘分巧妙的安排。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艺术工作室隐居，请进。打开命名为隐居的工作室，里面的一砖一瓦都是蔡新成亲手修建，让原本残破不堪的老旧建筑摇身变成盐埕区美好惬意的小站。我在这边在重整，就是在整修这个的屋子的时候，我觉得这间屋子有给我一个引导的感觉。对，我在这边坐着，那好像他也在讲他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后来把这一个空间变得比较像居家的感觉。那我想要把我自己的作品，融入在这个情境里，那包含就是之后如果有来这边做展览或是分享的，那我也希望它是一个很温馨的感觉。在隐居里的每一个小物都有蔡新成与盐埕区的小故事。常年在北部和国外求学工作的他，今年偶然参加了高雄市青年局与文化局举办的博二文青创新城计划，这样的机遇也使他能够回到家乡，活用所学习到的技术。
我从来没有忘记，就是我想要回到高雄，我的故乡，因为我的家人在这边。然后再包括这个城市，是我非常喜欢这里整个海港，就是港都，就是高雄是唯一是一个海港城市这个部分。那我几乎只要是休息的时候，就会到海边去散心。发挥自己的创作，蔡新成不仅成功录取了计划，获得经费补助，而他的姓名也同为新成，也让他感到十分惊奇。也希望透过自己的创作，让来到他创作室的旅客们都能获得正能量。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就是也可以就是继续坚持他内心的那一个小宇宙，想要发光发热那个小宇宙。博尔文青创新城计划希望20岁到45岁以下的文创工作者，以盐城及哈马星为据点，能找到一间房子作为相关的工艺、产品、视觉影像设计的工作室，并提出计划。而获选的文创工作者将可得到补助方案。那在评审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会针对像是他的财务规划，或是他的品牌经营，以及他未来对于市场的一个动向或是规划有什么样的考量点，就是帮助他的这个文创产业能够继续的永续经营。这些都是评审他在评分他的补助计划的时候还蛮重要的一个项目。现在老屋再造已是显学，博尔文青创新城计划将加码补助提供给选择进驻老屋的入选者，期待除了延续盐城哈马星自由的历史人文脉络，也希望能够邀请更多像蔡新成一样的文青们踊跃申请计划，一起为老城区写下新注解。记者邱建勋、黄芷玲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刘品言，我们再会。